大家好，今日要同大家傾嘅呢個故仔，絕對可以顛覆你對香港豪門嘅認知。我哋平時成日叫李嘉誠做超人，覺得佢係香港財富嘅天花板。但你知唔知喺香港呢個臥虎藏龍嘅地方，有一個家族，連李嘉誠現到都要讓佢三分，甚至喺好多老一輩香港人眼入面，佢哋先至係真正嘅貴族，真正嘅 old money。故仔嘅切入點，我哋要返到2020年7月10日，嗰日係澳門島黃河鴻新出殯嘅日子，場面極大陣仗，成個香港殯儀館幾乎俾各界名流逼到水泄不通。而喺嗰8位扶靈人當中，除咗我哋熟悉嘅董建華、林鄭月娥呢啲政界大佬之外，有一位着住黑色西裝、滿頭銀髮嘅老人家格外引人注目。佢就係李國寶，一個被媒體稱為香港真正第一望族嘅掌舵人。點解話佢比李嘉誠仲要巴閉？我哋要由根源講起。好多人以為香港4大家族係李嘉誠、郭德生、李兆基、鄭裕彤，其實呢個只係後來媒體封嘅地產4大天王，屬於新派豪門。喺香港開埠初期嘅歷史入面，真正嘅4大家族指嘅係李、何、羅、虎呢4大望族，而排喺首位嘅呢個李家，指嘅就係李國寶背後嘅家族。李嘉誠雖然富可敵國，但論家族底蘊同歷史淵源，喺呢個擁有百年基業嘅李家面前，都只可以算係後起之秀。今日我哋就拋開嗰啲悶蛋嘅財經數據，用講故仔嘅方式，好好地同大家起底呢位香港銀行世家第3代掌門人李國寶嘅傳奇人生，睇下一個含住金鎖匙出世嘅頂級公子哥，係點樣喺劍橋大學做生意，係點樣因為一對皮鞋搞到滿城風雨，又係點樣喺金融風暴同擠提危機之中力挽狂瀾，最終將家族百年基業傳承落去。我哋先將個鐘撥返去19世紀，李國寶嘅曾祖父叫李石鵬，佢係李家王朝嘅奠基人。嗰陣時香港啱啱開埠冇幾耐，乜都缺，最缺嘅就係糧食。李石鵬係個絕頂聰明嘅人，佢由廣東學山來到香港，一眼就睇準咗大家都一定要食飯呢個硬道理。但佢冇好似普通小販咁低買高賣，而係直接搞起咗壟斷級別嘅運作。佢大量囤積越南大米，然後建立自己嘅船序運到香港。呢招真係好絕，因為控制咗運輸線，就等於控制咗定價權。就這樣，李石鵬掌握咗當時香港人嘅飯碗，財富就好似滾雪球咁越滾越大。到咗20世紀初，李家已經係香港舉足輕重嘅人物啦。但老李家嘅人有個特點，就係特別有危機感。佢哋知道淨係做大米生意唔掂，時代喺度變，剪要剪滾剪。於是李石鵬就教育佢2個仔，李冠春同李子方，話你哋要搞現代化嘅企業。機緣巧合出現喺1918年，當時有個叫簡東圃嘅銀行專才揾到李家2兄弟，話想開一家專門服務花人嘅銀行。嗰個年代，香港嘅外資銀行簡直係被歌窿向天，根本睇唔起花人做生意，覺得花人盤數唔清，唔肯借錢，而傳統嘅剪莊利息又高到得人驚，簡直係吸血。李家兄弟一聽，教得呢個係千載難逢嘅機會，既可以賺錢又可以提升花商地位，於是拍板決定出資。就這樣，喺1918年11月14日，東亞銀行正式註冊成立，總部就設喺德輔道中2號。呢個亦係點解東亞銀行可以活過100年嘅原因，因為它由誕生嘅第1日開始，就精準咁切中咗市場痛點，成為咗花人商家嘅救命草。時間嚟到第3代，亦即係李國寶嘅老豆李福樹呢一代，呢個仲不得了。李福樹唔單止係東亞銀行嘅主席，仲係香港政界嘅頂級大佬。佢喺殖民地時期係真正嘅花人領袖，做過立法局議員、行政局議員。喺1982年鐵娘子撒切爾夫人訪華傾香港前途問題之前，李福樹係專門飛到倫敦去代表香港人提意見嘅。呢種政治地位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李福樹對仔女嘅教育極其嚴格，佢有4個細路，
除咗我哋今日嘅主角李國寶，仲有一個細佬叫李國章，後來做咗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人稱沙皇，都係個狠角色。終於輪到我哋嘅主角李國寶登場啦。1939年，李國寶出世喺英國倫敦，因為阿爸當時喺英國做嘢，佢從小接受嘅就係最頂級嘅英式精英教育。中學讀嘅係香港名校聖若瑟書院，然後就被送返英國，好似開掛咁，最後考入咗劍橋大學。大家留意啦，李國寶喺劍橋大學絕對唔係死鬥書嘅書呆子，佢喺嗰度嘅故仔簡直可以拍成一部青春創業電影。佢喺劍橋讀嘅係經濟學同法律，但佢腦入面嘅生意經比教科書仲要精彩。當時劍橋有個問題，男女學生社交機會好少。嗰個年代英國仲幾保守，大部分女仔都喺女子學院，男女授受不親。李國寶敏銳咁發現咗呢個荷爾蒙市場，佢居然租下咗劍橋嘅一個玉米交易所，嗰個係個古老建築，平時交易農產品。李國寶將佢改造成舞會俱樂部，逢禮拜六晚搞 party， 仲稱佢喺音樂圈嘅朋友嚟演奏。呢下真係爆紅，憋死咗嘅男學生終於有名正言順嘅機會約女仔啦，啲飛肉到不知幾火爆。李國寶唔單止賺到盆滿缽滿，仲成咗校園裏嘅社交工人。後來香港中文大學頒榮譽博士學位俾佢嗰陣，仲專門提返呢段往事，讚佢有凝聚人心嘅天賦。但如果話搞舞會只係玩玩下，咁佢喺劍橋做嘅單車生意就絕對顯示出佢銀行家嘅潛質。劍橋大學好大，學生上堂一定要踩單車。李國寶發現咗一個商業閉環，新生入學要買車，畢業生離校要肉車，中間商嗰啲鋪頭特別黑，低價收舊車，噴個7檔新車高價賣俾新生。李國寶睇唔過眼，或者話佢睇到當中嘅暴利，佢搞咗一個3人合夥制，佢自己出資，揾咗學校一個看門嘅伙計，呢個人識整車，又拉攏咗管單車棚嘅阿伯，呢個人最清楚邊個要買車，邊個要肉車。李國寶俾佢哋高撻50%嘅分紅，呢個喺當時簡直係天價提成。操作流程係咁嘅，李國寶出錢由畢業生手上低價收車，看門伙計負責將車整好翻身，然後存喺車棚度。等到新學期開學，李國寶就利用師兄嘅身份，同嗰啲懵盛盛嘅新生講，唔好去出面俾人斬一頸血啦，學校車棚就有又平又正嘅車，因為車就喺學校入面，方便，師兄推薦，可信，價錢仲平過出面。年近21歲嘅李國寶，硬係打破咗劍橋鎮上單車鋪嘅壟斷，賺到人生第一筆大錢。呢個故仔話俾我哋知，真正嘅富豪從來唔係靠慳錢慳出嚟嘅，而係靠發現資訊差，整合資源賺出嚟嘅。大學畢業後，李國寶攞到特府會計師同特府銀行家嘅資格。喺1969年，30歲嘅佢正式加入家族企業東亞銀行。當時正係電腦啱啱開始普及嘅年代，好多老派銀行家根本唔識呢啲嘢。李國寶一入銀行，接到嘅第一個任務就係要將所有客戶賬目由紙筆記錄轉到電腦系統入面。呢個喺當時係個浩大嘅工程，亦係個得罪人嘅差事。你諗下，嗰啲老會計、老掌舉，習慣咗算盤數簿，你叫佢哋用電腦，即係動咗佢哋嘅輸的勾。但李國寶展現出驚人嘅執行力，佢唔單止搞掂咗呢件事，仲令東亞銀行成為香港第一家實現電腦化嘅花枝銀行。呢一仗令家族裏嘅長輩對佢刮目相看，亦為佢日後接班打下咗基礎。李國寶係個有耐性嘅人，佢喺銀行入面熬咗足足12年，由普通職運做起，一步步爬到董事，最後喺1981年，42歲嘅佢終於坐上行政總裁個位。上任後嘅李國寶面臨嘅係一個風起雲湧嘅時代。80年代立地改革開放，香港經濟騰飛，但他接手嘅東亞銀行當時規模並唔算大，而且面臨外資銀行同本地其他銀行嘅雙重夾擊。李國寶做咗一個極其大膽嘅決定，
全力進軍中國內地市場。大家要反到嗰個年代嘅預境去諗，嗰陣時好多外資銀行對納地市場係充滿疑慮嘅，覺得政策風險大，法制唔完善。但李國寶唔同，佢有一種超乎常人嘅政治嗅覺。佢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我毫不意外地對中國前景非常樂觀。佢開始瘋狂咁喺內地開分行，由沿海嘅廈門、大連到內陸嘅武漢、成都。東亞銀行喺內地擴張嘅速度簡直好似開咗倍速咁。事實證明，佢賭啱咗。呢種長期嘅戰略布局，令東亞銀行喺後嚟成為咗納地網絡最廣泛嘅外資銀行之一。2007年，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係首批獲准喺納地註冊嘅外資法人銀行之一。呢個就係眼光。當其他人仲喺度觀望嗰陣，佢已經將其插遍咗神州大地。當然，李國寶嘅銀行生涯都唔係一帆風順嘅，佢經歷過好幾次驚濤駭浪。最出名嘅一次就係2008年嘅擠提危機。嗰年9月，美國嘅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人心惶惶。就喺呢個時候，香港坊間突然開始流傳謠言，話東亞銀行因為持有大量雷曼債券，食咗巨款，馬上就要執笠。呢個謠言好似病毒咁喺手機短信同網絡上傳播。9月24日，恐怖嘅一幕發生啦！大批市民衝去東亞銀行各間分行，瘋狂提款。有啲老人家揸住本公簿仔喺門口喊，有啲後生仔就好焦慮咁刷住新聞。短短一日之內，客戶提走咗20億港元嘅現金。雖然呢個數對東亞銀行嘅總資產嚟講唔算傷筋動骨，但銀行最怕嘅就係信心崩塌。一旦形成恐慌效應，再厚嘅家底都經唔住攞。呢個時候就顯出李國寶嘅定力啦。佢冇避喺寫字樓，而係立刻召開新聞發佈會。佢企喺聚光燈下，表情鎮定自若，直接掟份財務報表出嚟，證明銀行嘅資本充足率遠超監管要求。佢仲做咗一個非常霸氣嘅決定，下令所有分行延長營業時間，只要有客戶排序，就必須服務到最後一個人攞完錢為止。呢個策略太高明啦，因為擠提嘅心理根源係怕攞唔到錢。你越係限流，大家越慌，你反而打開大門，大家一睇啲錢都喺度，反倒唔急啦。緊接着，香港金管局都出嚟力撐，宣布注資支持。最關鍵嘅一擊來自李嘉誠，就喺危機最關頭，首富李嘉誠公開宣布買入東亞銀行嘅股票。呢個就好似一支強心鉗，首富都敢買，我哋怕咩？與此同時，警方亦迅速行動，捉到造謠嘅源頭。原來係有心懷不軌嘅人喺網上散布假消息，想趁火打劫。喺多方合力下，呢場驚心動魄嘅擠提風波喺短短幾日內就平息咗。呢一戰後來被寫進咗美國商學院嘅教科書，成為咗危機公關嘅經典案例。講完商場，我哋要傾下嗰啲更勁爆嘅八卦啦。李國寶呢個人唔單止係銀行家，佢喺政界同社交圈都係風雲人物，而且佢嘅私生活比電視劇仲要狗血。最轟動嘅一件事就係嗰對著名嘅有花字嘅皮鞋。呢件事發生喺幾年前。當時李國寶已經係行政會議成雲，立法會議雲，地位尊崇。但佢同香港一位名媛廖碧欣傳出咗緋聞。廖碧欣出身名門，係廖倉印銀行家族嘅後人，樣正，性格豪放。有一日，香港嘅八卦周刊突然刊登咗一張相，背景係巴黎一間超豪華酒店，喺某個房門口，整整齊齊咁擺住一對男裝皮鞋，等着服務生擦亮。關鍵就喺呢對鞋度，呢對唔係普通皮鞋，鞋面有着獨特嘅繡花字母。眼尖嘅記者一眼就認出呢個係李國寶嘅專屬定製款。原來狗仔最早就收到風聲，一路從香港跟到去巴黎。佢哋影唔到房入面嘅畫面，但借一對放喺門外嘅鞋，已經說明咗一切。呢篇報道一出，全香港炸晒鍋。堂堂銀行大班，有婦之夫同名媛喺巴黎密會，
呢個簡直係斷症。但呢件事最絕嘅係後續，李國寶嘅太太潘金翠，嗰個都係名門之後，亦係李國寶當年喺劍橋嘅同學。面對滿城風雨，佢表現出極高嘅豪門修養，始終一言不發，無任何公開回應，更加冇鬧離婚。而李國寶亦都採取咗鴕鳥政策，既唔承認亦唔否認，任得外界估。最後呢段緋聞隨着時間推移，慢慢淡出公眾視野，但嗰對有花字嘅皮鞋，卻成咗香港八卦史上一個抹唔去嘅梗。除咗桃色新聞，李國寶喺2007年仲捲入咗一場國際級嘅納莫交易醜聞。當時佢係美國道瓊斯公司嘅董事，大家都知道道瓊斯旗下有華爾街日報。嗰陣傳媒大亨麥多克嘅新聞集團想收購道瓊斯，出價好高，呢個係絕對嘅商業機密。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運會嘅指控，李國寶喺董事會上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第二日飛去上海。喺飛機上或者到達後，佢將呢個消息透露俾佢嘅好朋友香港富商梁啟鴻。梁啟鴻一聽，呢個簡直係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即刻通過屋企人嘅戶口狂買道瓊斯股票，借一鋪賺咗810萬美元，折合港幣6000幾萬。不過呢啲錢賺得太燙手啦，美國監管機構唔係食齋嘅，佢哋好快發現交易異常，順藤摸瓜查到梁啟鴻，又查到李國寶。呢次麻煩大啦，作為道瓊斯董事洩露納莫消息，呢個喺美國係重罪。最後李國寶算擇咗和解，支付咗810萬美元嘅罰款，相當於把朋友賺嘅錢全扭返出嚟。但他冇承認亦冇否認指控。但呢件事喺香港政壇引發咗地震，當時嘅輿論壓力巨大，大家都覺得一個有誠信污點嘅人唔適合再擔任公職。最終喺2008年2月，李國寶被迫辭去行政會議成雲嘅職務。雖然特首陳欽權當時極力挽留，畢竟李國寶當年係陳欽權競選特首時嘅操盤手，兩人關係好鐵，但形勢比人強，李國寶唔退唔得。不過性格強硬嘅佢拒絕辭去立法會議運嘅職務，一直做到了2012年先退休。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呢個李國寶又係婚外情又係納莫交易，係咪個人品好有問題嘅人？但人係複雜嘅，你唔能夠否認佢喺東亞銀行兢兢業業服務咗50年，由1969年到2019年，半個世紀嘅時間，佢將一家本地華資銀行帶到國際舞台，呢個本身就係個奇蹟。喺2019年7月1日，已經80歲嘅李國寶終於宣布卸任行政總裁，佢將權杖交俾佢兩個仔李文橋同李文彬，兩人出任聯席行政總裁。呢個喺銀行界係好罕見嘅雙 CEO 模式，哥哥管香港業務，細佬管內地同國際業務。呢種安排大概亦係呢位老豆為了避免兄弟反目、家族納豆而做出嘅一番苦心安排啩。李家嘅故仔其實就係香港這100幾年歷史嘅縮影，由曾祖父玉大米，到阿爺辦銀行，到阿爸搞政治，再到李國寶呢一代喺風浪中掌舵。佢哋之所以能力經4代而不衰，甚至比李嘉誠家族顯得更根深蒂固，靠嘅唔單止係錢，第一係教育。李家每一代人，無論男女，必須係名校畢業，而且要有真才實學，唔係嗰種花錢買文憑嘅，而係要喺劍橋牛津呢啲地方真刀真槍拼出嚟嘅。第二係低調如務實。雖然李國寶偶爾有花邊新聞，但整體上李家係非常傳統嘅。佢哋唔像某啲暴發戶咁炫富，佢哋嘅寫字樓裝修都好簡單。呢種老派作風喺浮躁嘅現代社會反而顯得珍貴。第三係專業化。佢哋好早引入咗現代企業制度，雖然家族控股，但管理上非常職業化。2020年，當李國寶作為扶靈人送別賭王何鴻燊嘅時候，好多人都慨嘆呢個係一個時代嘅落寞。嗰個充滿咗傳奇、冒險、風流韻事同商業奇蹟嘅舊香港，似乎正喺度離我哋遠去。李國寶呢一生有過劍橋才子嘅風光，
有過銀行大班嘅威嚴，有過政壇做王者嘅權勢，也有過醜聞纏身嘅狼狽。但他始終好似個不倒翁咁，無論風浪幾大，最後總可以穩穩陣陣咁企住。呢個就係底蘊，呢個就係 Old Money 家族嘅生存智慧。而家東亞銀行嘅接力棒已經傳到去第4代手中。喺呢個數字化、虛擬銀行引起嘅全新時代，李家呢兩位少帥能不能守住呢份百年家業，能不能再續寫下一個百年嘅輝煌，這就得留俾時間去驗證啦。好啦，如果你都對呢啲豪門秘辛有興趣，或者聰利國寶嘅人生起伏中領悟到啲咩，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同我哋一齊討論。記得關注我哋嘅頻道，點讚、轉發，等更多人睇到呢啲精彩嘅故仔。我哋下期再見。